迎各位參加香港演藝學院一年一度嘅開放日。我好高興見到大家嚟到演藝學院呢個充滿活力嘅灣仔本部，同埋歷史悠久嘅八大尼古蹟校園，探索超過100多個免費活動，包括音樂會、音樂劇、舞蹈工作坊、學生製作嘅短片、中國戲曲表演，同埋舞台幕後嘅藝術科技裝置，全部都係我哋師生用心製作嘅心血結晶。演藝學院嘅開放日每年都吸引成千上萬熱愛表演藝術或者對表演藝術有好奇嘅觀眾。今日請大家喺可以影相嘅地方盡情咁拍攝，post喺 IG 同埋社交媒體，同你哋嘅親朋好友一齊分享開放日帶俾你哋嘅種種驚喜嘅開心時刻。讓我哋一齊見證演藝學院以熱情培養創意，擴闊表演藝術視野。希望大家享受今日嘅活動，期待繼續見到你哋參加演藝學院日後舉辦嘅其他活動。